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錄音快活咕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鈴鐺個通知，同埋幫手分享條片，唔該晒。錄音快活咕碌，我哋招收谷友啦，詳情可以去到說明欄入邊嘅連結，撳入去睇下啦。大家好啊！全新嘅會員版心水大餅拼嚟啦。咁我哋今季呢就會玩呢個估練馬師王嘅第二啊。咁一樣啦，估得最快嘅係攞3分啦，第二嘅就2分，第三嘅就1分。咁呢，開跑之前2個鐘呢，我就會將呢個表格呢就掉上呢個會員群組嘅。咁截止呢，就會係喺尾二，即係練馬師王截止嘅時間啦。咁贏咗嘅話呢，就有機會免呢個1個月嘅會費嘅。第二名呢，就可以免半個月。除咗咁樣可以得分之外呢，每一次嘅賽事呢，仲會俾一場波大家估嘅。估中波膽嘅話呢，會額外再加多3分。呢一個呢，鬥快嘅只係得1個名額嘅啫噃。歡迎返嚟，我係 Sandy。今次呢，有一個重要嘅消息同大家宣佈嘅。由今期開始呢，我會將我原本嘅2個節目啦，5班解碼同尾場左擊手正式合併，升級成全新嘅2合1最強攻略。以前嘅5班解碼呢，只係專注喺5班，但係升級咗之後呢，我會喺任何場次入邊揾精選1到2隻嘅心水，最有冷味嘅推薦俾大家。而尾場左擊手呢，亦都會繼續留守，同大家一齊嚟到最後一場衝刺，做呢個2合1嘅版本呢，希望幫大家節省時間啦，一條片睇晒全部嘅重點。如果你支持我呢個新嘗試，記得幫我條片點讚分享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好啦，立即進入我哋升級版第一個環節啦，冷門直送。以前呢，我哋只係專注喺5班嘅賽事，而家呢，我會幫大家喺全日嘅場次入邊地氈式揾1到2隻最值得關注嘅冷門。我會由馬房部署啦，試馬嘅動態啦，甚至乎當日跑道邊差去考慮，將最有冷味嘅心水直接送到大家前邊。我亦都會喺每一期幫大家跟進返戰績，贏輸都要一齊面對㗎嘛。先嚟睇返冷門直中。先嚟睇返冷門直送嘅結果先。咁啊，上一次介紹俾大家綠色鐵 K 咧，就留後追上嚟跑咗個第7。咁啊，其實當日個場地真係唔利追。咁啊，結果阿騎師同我拖到落包尾啊。咁啊，但係有啲腳影啦。咁啊，睇下跟進會唔會去到季尾，剩返呢10次賽事都可以交到表現出嚟啦。今次冷門直送啊，揀咗第一場10號嘅龍友生。咁啊，而家就14倍獨贏45蚊位置。咁啊，終於變返冷門啦。咁啊，其實之前呢，佢初次冷門嚟嘅。咁我現場介紹俾大家，佢跑咗個第3。咁之後潘頓接手咗之後呢，都係最叻跑咗1個第3啫。咁啊，嗰一場呢，佢就輸俾榮耀成甲同埋城區馬寧。咁之後潘頓再跑2場都係麻麻地。咁啊，今次呢，就上嚟跑1800啦。咁其實1800呢，佢今季上名之前嗰場呢，就跑過嘅，當時變化地嚟嘅，攞住個12檔咁啊，追一段叫做跑咗個第6，有獎金名次。咁啊，其實而家已經22分啦。如果要保留嘅話呢，喺最近呢幾次賽事都要努力爭分啦。咁啊，攞住個輕磅交返俾希威森跑8檔，我相信可以試下加程上嚟嘅，因為本身呢隻馬
美國種啦。爸爸呢，贏1600至1900米嘅。媽媽呢，雖然係南非馬都冇寫啊，咁但係睇翻父系，如果跟父線走呢，佢跑1800應該都合適嘅。嚟到季尾攞住個輕磅有啲檔位，咁啊馬房又爭緊呢個冠軍練馬師，睇可唔可以衝到去前邊。咁啊呢一隻呢，我會俾翻多一次機會佢嘅。好啦，今次冷門直送啊，介紹呢隻龍佑生俾大家。好啦，終於嚟到壓軸嘅環節啦。尾場左擊手，好多朋友都問我點解要叫左擊手，因為喺尾場咁關鍵嘅時刻，我哋嘅目標就係要左擊馬會，接返我哋應得嘅報酬。無論你全日贏緊定係輸緊，嚟到最後一場，我哋就要逆風翻盤，反敗為勝，作出最後一擊。我絕對唔會亂咁推心水俾大家，我會逐一分析馬匹狀態啦、場地變化，甚至乎馬房嘅部署同埋所有可以交俾大家嘅數據。只要我睇到乜嘢，我就會話俾大家聽。我哋唔可以次次都有得馬會贏晒，一定要喺尾場反撲。如果你鍾意同馬會搏殺，想喺尾場接返彩池，咁就一定要睇我嘅尾場左擊手啦。我嚟到今次尾場左擊啦，今次賽事呢，就第9場。係呢個3班1200米嚟嘅，咁啊拆組喎，咁啊可以臨場睇翻前邊第8場跑啲咩賽績出嚟再稱都得。咁不過我哋而家初步睇呢，呢一組馬呢，講真都有好幾隻可以直接飛得嘅，同埋呢5號嘅川河洞區退出咗，補入咗嗰隻大愛無疆，嗰隻仲要初跑谷草嘅添。咁啊有一啲呢都算係幾穩打穩紮嘅，同埋呢其實掛頭牌只係東來欣賞75分嘅啫，咁所以呢一組實底呢應該都唔算太叻嘅。咁啊逐隻睇下啦喎。咁啊東來欣賞啦，上一場呢就贏踏雪尋梅同勇霸龍啊，呢個呢已經係今季3 win 噶啦。前一場啊僅僅輸咗俾踏雪尋梅，上一場就贏啦。咁贏完馬之後就加咗佢7分，上到嚟75分。咁啊，其實佢由4班升上嚟嘅時候呢，就成日都話硬係覺得佢好盡，要落翻4班。咁啊，點知跑下又好啲，跑下好啲又進步啊。咁啊，雖然嚟到呢個分數要孭到135啦，咁但係下邊個班馬又唔係好叻㗎啫喎。咁所以呢，我自己呢隻擺得好前添嘅。2啦，健康快車呢隻係初跑谷草。咁呢，我特登去翻查過晒佢所有資料嘅，冇試過谷閘，冇試過從化閘，淨係試草地嘅啫。咁到底搭車過到去快活谷，去到沙圈嗰個情緒會點呢？轉急彎得唔得呢？全部都係一個謎嚟嘅。雖然佢上一場跑田草1200，當時啊遇上變化地啊追唔到傑出雷霆，咁係咪轉過嚟谷草轉急彎就得呢？我有疑點喺度嘅，我所以係直接唔要。如果大家即係覺得佢可能力上高啲，或者即係田草級數過嚟谷草掃得晒，咁大家可以買啦，我就唔制啦。即係連谷閘冇試過，冇搭過車，從化閘都冇咁。即係你從化閘都有搭過車，即係喺個馬格嗰度，喺架車個馬格嗰度會唔會有啲咩問題？呢啲要打問號咯。OK， 3啦，北地烈馬呢隻得意嘅，呢隻馬嘅3 win 呢都係喺呢個谷草1200，咁但係
上一場呢，用袁幸堯減磅就一放到底，不過喺4班喎。咁贏完馬之後上嚟3班就加咗佢8分，因為佢上一場贏成2個幾馬位啊。咁但係呢個馬房第一真係冇打搭啦，第二上到嚟3班仲要攞12檔，放唔放得出啦？因為過返嚟呢邊佢就要用黃寶嚟啦，就用唔到袁幸堯減10磅啊。咁所以呢隻我又係擺低先嘅。雖然佢谷草3 win。4啦馬達呢隻呢，過嚟跑谷草之後啊，跑3場2 win 一個第2未甩過嘅。上一場呢，就贏呢個小霸王同志滿同行，贏完馬之後呢，加咗佢7分。呢隻呢，就即係4班上嚟3班仲繼續有進步嘅，所以呢隻都係要擺翻喺度嘅。4、5啦，呢隻就大愛無疆，因為後備補入，咁佢就初跑谷草。2月份嘅時候呢，有試貨谷閘嘅，咁轉彎都 OK。咁啊，今季呢，去到而家其實已經攞咗2 win 2個批都係沙田。過嚟谷草呢，你可以話考驗性能嘅，但係佢又攞到個8檔。我覺得如果取而代之不地列馬放唔出呢，佢會放到出嚟㗎，所以呢隻要擺位置。6啦，勇霸龍啦，呢隻呢，我就講啊，其實跑呢個谷草1200就好準嘅，近呢4場呢，攞咗1 win 3個批。咁啊，上一場啊追唔到東來欣賞，不過我覺得巴道留後咗嘅，今次攞翻下1檔，希望唔好留咁後啦。咁所以呢隻都喺度嘅喎。7啦，好吉利高，咁呢隻呢，就初出就跑呢個谷草1000咁，但係全程跟尾嘅啫。咁啊，再加程上嚟跑1200，咁本身佢嚟香港之前係贏1190米嘅，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水土上佢仲要適應下先。咁啊，除咗嗰個防沙眼罩就重新綁過嚟，咁樣都係睇咯。8啦，呢一隻呢，初出馬，本身嚟香港之前喺愛爾蘭跑一場處女馬賽就嚟香港啦。嚟到香港之後第一場落地本來想跑田草1400，咁啊結果不良於行退出咗添，咁啊轉過嚟谷草跑1200。本身呢一隻呢，爸爸係 Sea to Moon 啊，德國馬嚟嘅喎，爸爸就贏1600至到2500，媽媽呢都係德國馬嚟嘅喎，范高爾啲女啊，喺呢個2000米上嘅名應該係之後要跑長啲嘅馬嚟嘅喎。咁啊，所以落地第一場原本想跑1400，咁但係就已經不良於行，咁我會睇一場先啦。9啦，多威心得呢一隻呢，其實插班已經跑5場啦，最叻嗰場其實都係1400稍稍追近啲嘅啫。咁但係場場都係10幾名次嘅，真係再等等啦。10啦，銳起呢一隻呢，跑過一場田草1400，咁啊擺前手，咁但係去到最後300已經泄氣啦。咁過嚟跑谷草1200，咁都係試嘅比較多啊。佢一樣有試過谷閘嘅，咁但係咧全程跟尾，轉彎都 OK，唔算話好利落嗰隻嘅啫。咁啊再等等啦。11啦，觀眾之力咯喎，呢隻呢，今季喺泥地1200贏完之後呢，升班跑呢2場，其實佢唔係輸好遠嘅，都係跑第5。咁啊過嚟谷草，咁啊主帥莫雷拉騎，咁啊以佢嘅騎馬，佢啊應該攞住個2檔會跟翻前啲嘅。咁睇下會唔會跑得好啲啦。咁所以呢隻要拖翻腳啦。11、12啦，當家精彩呢隻呢，近呢2場落翻4班就即刻近啦，跑咗2個批，咁但係都係60分，咁啊試下上嚟3班孭輕磅啦。咁啊艾杜拿攞住個9檔，咁呢啲馬
攞住外檔跟前，稍稍蝕啲。上翻嚟三班嘅話，咁啊最多都係四重彩腳嘅啫。跳咗去邊？等等啊。OK，揀落好似冇馬揀咁。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健康快車 OK 嘅，可以擺翻落去嘅。或者覺得黃寶嚟不地烈馬放得到頭嘅，都可以擺翻落去嘅。咁我自己咁樣講，咁梗係東來欣賞行頭啦。咁啊，第二隻馬達啦，好明顯啊，因為呢隻真係未甩過谷草，證明佢谷草好叻先啊。咁啊，五六一對梗要翻六啦。咁五呢，其實因為佢後備補入嘅啫，我本來自己初選係11行先嘅。咁但係佢後備補到入嚟嘅話咧，呢隻就有機會要拖翻啦，所以擺翻5，然後先到11。11同12揀一定係11啦，二檔啊好跑好多啦，4+3啊嘛。好啦，今次睇落好似幾簡單嘅尾場阻擊，講到呢度啦，希望今日大家都贏多啲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啦，拜拜。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歡迎留言問馬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